1962年，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州，人类首次发现了通往地心世界的洞穴，并有科学家推断，那里就是哥斯拉以及其他泰坦巨兽的老家，甚至里面的空间要远比外界更加宽广。军方第一时间采取行动，准备利用伽马模拟装置进行探索。这次行动又被称之为沙漏计划，而负责带队的就是肖尔中尉。随着一切准备就绪，意外却发生了，探索舱被一股未知力量吸入洞穴，所有接收设备在同一时间短路变形，洞口附近的钢体也逐渐变得扭曲。通过仪器，兰达博士看到了离子炉。紧接着，在未知力量的驱使下，地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动荡，如恶魔般摧毁着周围的一切。人们在惊恐中奔跑躲避，混乱与恐惧充斥着现场的每个角落。原本将军还指望该行动能够加官进爵，没想到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恢复平静后，现场凌乱不堪，通往地心世界的洞穴消失不见。帕克特将军颜面扫地，再也没能力资助帝王组织，就此沙漏计划彻底被雪藏。1982年，也就是沙漏计划的20年后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肖尔竟凭空出现在基地，谁也不知道他这20年都经历了什么。神奇的是，他竟没有被岁月侵蚀，还是当初遇难失踪前的样子。清醒后，他挟持了送饭的护士，要求马上见到兰达博士。可在场的人根本就没人知道兰达是谁。僵持不下时，神秘男人告诉肖尔，如今并不是1962年，而是20年后的1982年。比尔·兰达早在9年前死在了骷髅岛。见肖尔表情质疑，秦泽教授拿出了一个金色的水果刀。肖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正是他送给三浦惠子儿子的那把小刀。现在他不仅长大成人，甚至继承了母亲的意志，也加入了帝王组织。秦泽教授急切地想知道地心世界的情况。据肖尔讲述，另一世界仿佛是蛮荒之地，由于地上地下重力场差距太大，会出现头晕目眩的感觉，想尽一切办法与地面联系，都是无济于事。此时他们又遭到离子龙的袭击，作为小队的指挥官，当即下达了撤退命令。肖尔扪心自问，没做过亏心事，可依旧有强大的雷电向他们劈来。磁场感应到泰坦巨兽靠近，便打开了传送门。随后他与离子龙都被吸了进去，等再次醒来便回到了地面。也正是因为这份重力场，造就了地心1天外界1年的时间换算原则，这也是肖尔没有变老的原因。听起来像不像我国的神话？此后帝王组织再也没提起过沙漏计划，但肖尔始终坚信三浦惠子没有死，迟早要把他从地心世界里救出来。事隔33年，肖尔终于又踏入了地心世界。因为传送带没有完全关闭，所以附近的区域将会被雷电围绕。幸好肖尔早有经验。Come on, gotta avoid the light. No, this way, light. Keep moving. This way. 他带着小梅很快脱离了危险，眼下他们必须马上与凯特会合。不过凯特却没有他们那么幸运，他在不知道身处何地时，就被一只臭气熏天的荆棘野猪给盯上了。虽然他是泰坦中体型较小的，但对于人来说，那窒息的压迫感依旧拉满。危机时刻，一枚弓箭射中荆棘野猪，顿时给他腾出了猪脚。赶来救凯特的人正是他的奶奶三浦惠子。56年过去了，他竟一点没老。如果世间真有这样的地方，那些化妆品店和整形医院早就该关门了。前行的过程中，意外与小梅相遇，肖尔也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三浦惠子。看到对方的那一刻，惠子难以接受现实。Oh, the gravitational distortion, some warping of space-time. 要知道，他的内心还停留在1965年。此刻，凯特才说出是他孙女的身份，并且提到了他的儿子秦泽教授，以免老人家想不开。回到惠子的住所，肖尔惊喜地看到当初的伽马模拟器，于是他便有了回去的办法。惠子修改过模拟器的程序，如今他可以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。与此同时，帝王组织在众多伽马辐射的频率中发现了肖尔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，但组织的高层却想视而不见，原因是开启传送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巨兽入侵。他怕为救3条人命搭上全球80亿人口。反观肖尔他们正抬着模拟器赶往来时的入口，途中惠子说出一个震惊大家的消息。 It's a place between places. I call it Axis Mundi. 其实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地心世界，只不过是通向地心世界的另一维度。说着说着，肖尔就看到当年的探索舱。由于时间差的原因，如今设备跟新的没什么两样。眼下他们只需接通两者之间链接，利用伽马模拟器引来巨兽，打开传送门，就可以坐等回家的航班了。可现实就是那么的现实，没想到他们引来的竟是老冤家离子龙。还没等传送门开启，离子龙的撞击就扯掉了探索舱的电源线。肖尔没有丝毫犹豫，趁巨兽飞行的间隙果断跳出。
出去接电源，但由于风力的原因，两者之间已经偏移了位置。不过就在此刻，李子龙也露出了惊恐的神色，原来是泰坦之王哥总回来巡视，他一眼就看出了人类的异动，马上心领神会，怒斥李子龙的作死行为。李子龙凭借自己有一双翅膀还不服呢，上来就是一口82年的老痰，哥斯拉根本就没怕，扯着腿就给他按在了地上，反手回礼了一波满格的原子吐息。然后扯着他的翅膀扔进了磁场，紧接着传送门即将开启。可问题是现在肖尔还在外面呢，探索舱悬浮在半空，柜子紧抓肖尔的手不放。这画面让我想起了铁达尼号，强大犀利的撕扯下，肖尔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大家。我个人觉得肖尔是想等惠子出去变老后再相聚，这样两人的年纪就差不多了，那样他俩就能一起老去了。返回地面，他们竟被全副武装的人包围，因为帝王组织高层的不作为，没办法，拉姆去求助了顶点科技公司，也就是之后制造出机械哥斯拉的那家公司。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，就是金刚大战哥斯拉的那一年，结尾时金刚的出现，想必就是下一季的主要故事线了。